来啊，咱就各种敬拜，为了咱创造咱的耶和华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永世的百姓，是伊手下的人。这是咱要念圣诗66首，万米3角字。情话对，我的兄弟最想念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爱不永不尽，从此你对我的归，我的每个的兄弟，哈利路亚。
叫咱来活出欢喜声。咱就到伊面前感谢伊，定是我出欢喜声。因为了我是大上帝，是大王名贵隆重上帝，伊真诶所在，伫伊诶手中，花冠山正是伊，永远是伊创造诶。大地也是伊手造的。来啊，咱就足够敬拜，为了伊创造咱摇花面前，因为伊是咱诶上帝。咱是伊忠实的百姓，是伊手的灵。这是咱做诶来感谢。今仔日进来听伊声，就他伊的心，啊，这是咱做诶来感谢。台湾诶真袂俗，又讲一个人来，就比较袂记，无限个正。这是你讲平白来辛苦互阮满心感谢。如果你一年为这些继续个听个，造成幸福出现，生活上真正方便，身体有平安，也有百事事事。阮知，这拢有伊个旨意，有伊个永远。阮相信，搁再来，伊会继续保守安抚阮，互阮平安。伫新个来年，继续带领领导阮，用伊个恩典、慈悲来加强阮，互阮发挥优秀活动，感谢他。由你家己诚信的体验，伊们讲教会福音的讲很重要。啊，家己教会正大家的体验，时间的经历有上帝，你慢慢了解，通来聆听这个上帝。互讲教会会当诚做，完全了解地区福音的所在，互主遮来接受。今日。这啊，因为经济关系，还是无方便，还是所以我就来到圣人来应该注意共款遵守，保守看互伊，互伊平安，安乐，拢是主圣人美。这时咱来看《圣经》记载出来24章11到18节，搁从34章29到94。24章12节，我应该能来看。耶和华甲摩西讲：你上山就有我，踮伫遮。我要将上帝甲律法记入概念，我所写的小书里，通教示因。摩西甲军队伊个约束起来，摩西上上下山，甲长老讲：恁踮遮等，更后阮倒转遮看阿伦、摩尼甲印地。人人来是，人来找伊。摩西上山，山有两野菜。耶和华的应当用西奈山，文亚伊第7日，伊对民众叫摩西。耶和华应当开始，是用火烧山顶，一切人心目看。摩西对民众上山，摩西。山顶40日，40年。搁是伊第34章教导，摩西上西奈山的时，伊的手提
约伊。伊落山的时，伊的面因为也我甲伊讲话，就写出跟摩西来。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伊就跟伊领啊，我伊摩西对来，阿伦甲其中介绍来，拢倒转到伊遮。摩西甲伊讲话，然后以色列众人拢进前来，伊就将耶和华西奈山甲伊所讲一切的话，拢还回摩西甲伊讲的话，甲伊讲话中的上面大面当时，摩西入去耶和华面前甲伊讲话，就显起来。伊出来的时，就将耶和华所吩咐的甲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摩西的面像光。摩西过为大面，等候伊入去，甲耶和华讲话，渐渐显起来。以上完上这话，就咱本日的心爱。这是本诗请大师班来宣发。感谢主，互咱会当经过2022年，进入一个新的一年，2023年。伫昨天咱无几年，迄个跨年的祈祷会，跨年的祈祷会，是因为因为过两天就是主日礼拜，希望大家迄个讲精神会当较好，会当有几项。放咧祈祷中，你会当写一张配互上帝。我毋知，我放伫迄教会的群组，你有看到即
这个贴文哦，哦，我是讲伊会当安尼祈祷，伊会当为着三项祈祷吼，你敢甲囡仔咧讲话时吼，敲电话又讲会优先着啥物项啥物项安尼吼，感谢主，因为咱的生活甲咱的信仰是啥物，足相关的啦，吼，袂当无关系，吼，袂当无关系，所以咱讲，伫即个新的一年，咱要有新的展望，因为社会所有的人，伫新的一年，嘛拢有新的愿望，会当做啥物，会当做啥物，但是咱伫外靠主的人，咱伫新的一年，吼，咱要有啥物款的展望啦，吼，咱要有啥物款的展望，特别伫我来到罗岗教会，伫即个中间。咱着有一个真有一个计划性，计划性会当对教会来造就。我毋知对即个过程的内面，请问所有的兄弟姊妹，也是咱伫即个中间有担任中职的各位，也是兄弟姊妹，伫即个内面到底经过遮侪年啊，哇，这有足熟悉的，也是拢无有啥物印象。我会记得我是2015年来到罗岗教会，从9月开始进入一个预备年，有为啥物？有为要成做一个挂菜机的教会，就是一个挂菜机较细粒的物件，会当安怎？会当改变。主耶稣讲，你若有信心，亲像一个挂菜机，所以就是用挂菜机教会来成做一个转化的计划。我会记得我搁送所有迄阵的长老甲执事，大家拢有一张书签，面顶有一粒挂菜机，迄粒挂菜机老实讲，比芝麻还小，小差不多有1/10以上吼，量用迄个量的吼，迄是伫以色列摕倒来，意思就是讲，虽然一点点拍一个脚枪就无去啊，甚至伊无挂目镜你嘛看无。但是伫遮会当来翻转，翻转咱的生命，转化咱的教会。所以伫2016年，咱就对敬拜年、团体年、成长年、侍奉年、宣教年，我同大家讲，这就是要起造教会5基上重要的条啊。教会的敬拜的顶面，伫团体的顶面，伫成长的顶面，伫侍奉的宣教。这5项，这是伊的核心，嘛是伊的意义。总是伫咱的长老教会，咱伫即个中间侍奉呢，咱拢叫总务啦，事务，迄是较末端。我有甲解做，讲若像即种的叫事奉组。所以伫即个中间，咱连长老执事的组别也有定心的一个无共款。我知影大家运动是袂习惯啦。我就总爱讲联络的啊，我总爱讲迄礼拜组，礼拜是啥物？礼拜就是一个敬拜，献上敬拜。礼拜毋是单是即个礼拜堂内底，是咱每一同心。所以伫即个中间，就是开始对迄个名称甲用词，也互咱有一个。所以2016年，就是进入敬拜年，17年团契年。搁过当年成长事奉宣教，感谢主，咱行过一轮啊。伫迄个中间，敬拜年咱讲啥？樟树嘛，樟树就是敬拜，敢毋是咧？好山啊，好山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掠迄樟树枝，搁偌一个是，所以用迄樟树来代表是一个象征的树木。所以迄头前的5年，拢总用树啊，树木伫圣经内底出现的。团契年第2年花果年，我会记得迄个老师就伫遐种一丛无花果树啊，差不多就是伫即个伊有讲伊要种一丛无花果树，所以伫迄个中间，我讲对咱来讲，迄个无花果树，就是亲像咱遮的芭乐甲林顶共款，咱若伫住较伫个乡村的，差不多门口定拢有种一丛芭乐，也是林顶，所以你着来。来迄林顶树骹伫遐安怎纳凉团聚，所以迄个团契的意思是人甲人中间迄种团契，因就是无花果树济，所以伫无花果树会当安尼大家做伙食，团契，过来成长，亲像橄榄树共款，亲像橄榄树共款成长，因为橄榄树
伊要成长，毋是凊彩成长，毋是一年就会当成长，伫遐爱种甲3、5年开始才会当来开始，才算讲种有活。所以兄弟姊妹，咱信主，咱的生命成长啊，搁来进入厨房呢，亲像碧香茶，碧香茶国语叫香柏树。这个四达，这个英语伊的迄个伊的意思就是讲会当诚做一个，你去看伊是香柏树，伫以色列伊生长伫较北部寒的所在，所以咱就知影迄种寒着迄种树仔就变做安怎电酷酷，然后伊生了拢足直的，迄种树仔用来伫迄圣殿内底起做象征，所以咱伫厨房里内底，咱就是免咧，大家拢会当亲像迄碧香茶共款，会当来请做侍奉上帝，伫圣殿内底徛稳稳、徛在在的，最后宣到呢，宣到亲像葡萄树，对无？多来结果子，爱当生团多。因为这个葡萄树讲着讲，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若无结来伫我的，恁袂当做啥物啊？互咱知影，无论做啥物宣告。功劳是啥物人呢？上帝，上帝来成这个事，偌热偌请呀，偌济人信主，荣耀归上帝。这就是葡萄树的意义，互咱知影。咱看咱大卫，咱大卫，这个爸仔囝来到咱的中华伫遮，去迄个讲基督教教义。顶礼拜你若是有看台湾 MV 电视有咧介绍，牧师嘛有搭伫群组，伫遐就是咧甲咱讲，因咧宣告，自头到尾，伊讲足侪医生，迄个介绍人讲足侪医生其实尾后拢是开车，但是迄个老爸，咱台位医师伊骑铁马，到尾后迄台铁马，伊的囝佫来，咱台位医师嘛是骑迄台铁马。印度教义的时阵会当开车咯，你想伊袂晓开车吗？伊是外国人，一定比咱更较安怎？比咱更较有进步。用迄抽水马桶，用啥物电气化的物件，但是伊愿意来到遮，是佫规落伫上界第站开始遐。所以这个宣告，互咱看，应当归上帝。好，安尼2021年自2021年呢，已经足晏啊，咱搁对头开始啊，因为5年过啊，所以咱敬拜年变做这个系列5年拢要用山，圣经内底所讲到的山，所以有讲到锡安山，有无？因为锡安山就是要标记上帝圣殿的所在。每过1站个迄8天的死伫4天内底，讲来去锡安山来阿乐上帝。所以锡安山，顶面呢，也有人会去。顶面叫做啥物山？嘛是共阮团体尔，但是咱无讲到这个无法可树啊。顶面是顶礼拜尔，是昨尔，还佫会记得啥物年无？黑门山啦，黑门山的意思，伊就是讲用4天，讲到迄啥物？对迄门伊的露水落雪，因为迄是北边，所以所流落来的水其实就变做中遐个约旦河，然后一直到尾仔到倒位？到死海。所以伊嘛有讲安怎兄弟和睦做伙徛起，亲像迄个足贵足香的香油，对祭司的头壳一直流，甲喙手流到3滴。所以这个团契，就讲咱会当做伙团契，兄弟姊妹做伙和好。过来最后迄几礼拜咧讲，咱这个团契爱诚做一个啥物十字架的团契，就是爱有主伫内面迄个团契。若无人甲人会做伙哪来哪好吼？若无有主伫迄个中间，我同你讲会走歪。咱愈来愈好，结果伫迄个中间。我将我的一切，我将我所有的互你，你嘛将你所有的讲出来，伫遐逐个诚做一份吼。迄个中间变做啥物？你知影我的秘密咯？你有摕到我互你的人情，这是伫社会上就会安尼啊。我到底爱向你无？总是咱就是十字架内底的团契，咱甲人的中间，咱知影啥物是会当诚做正面，激励人的。
毋是情绪勒索。过来就是我会知影讲，我要安怎诚做人的同在。应该伫即个中间3角来找甲主的团体，让大家复习，这最重要的。若无你敢若人一个来礼拜，结果已经8年啊，进入第8年咯。西奈山就是咱今年成中年的上顶。若是安尼，伫即个教会迄个讲转化内底。有啥物款的策略？其实上简单的4合1的策略，就是你若是用安尼来诚做，你配合吼，足简单的，就是用主日信息为主题，用主日的信息为主题。所以信息有重要无？足重要的。你若无来礼拜，你就毋知影啥物信息。但是即摆足好的，你伫 YouTube 会当订看。你假使伫世界上，你袂当来礼拜，但是你会当。伫咱的迄个讲群组内底来，假使你若还袂加入教会的，教会信息事工的群组，你会当甲所有的咱的中级来讲，两面礼拜线，伊会当邀请你加入。伫迄内面，你就会当看到连结，教会的信息的连结，甲一寡代志的关乎信息主体啊，过来你用你的生命，你用你的生活的行动来落实。牧师拢会伫迄内底甲你问问题啊，足简单个啦，一遍袂超过3条的问题。所以伫迄个问题内底，你来想看卖咧，你安怎做？伫迄个礼拜内底去做，安尼就是落实啦。有简单无？足简单个。像顶礼拜，咱咧讲耶稣的出世嘛，对无？啊，顶礼拜是足闹热的，而且有安怎？有一出足好看的音乐剧叫做啥物？追星，你有啥物印象足深的吗？昨我伫甲所有的迄个品格营的学生囡仔，因已经要结束啊。我伫遐等，我讲耶稣出世，耶稣就是上帝独生囝，所以伫约翰福音3章16节伫遐有10个经文，用迄10个经文就甲因讲，甲因分享，然后听因分享。我讲上帝疼世间人。我直接用华语来翻嘛，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一切信伊的人，互因下地到灭亡，反倒得到永远活。伫迄个中间，我先问因讲，这个神爱世人，这个神是啥物人？因拢会讲上帝，我就要来问较深嘛。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生活的行动的落实。你有定来想着我问讲，啊若这个上帝啥物款的上帝，请你答讲。这个囡仔足赞。伊就讲，迄个上帝足疼人的上帝，迄个上帝是主爱的上帝，迄个上帝是大观念的上帝。足侪人足想要回答，这个其中有诶，毋是咱教会上主日学的囡仔，但是因拢了解。过来我讲，挑世间人，请问世间人这个世人是谁？是咱尔吗？咱基督徒嘛，伊讲毋是世人，是所有的人，很好，上重要。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无死，无灭亡，反倒得着永远哦。我问伊讲，啥物叫做灭亡？这较深哦。所以伫即个中间就足侪人互我足自私的答案。灭亡哦，就是无照10条戒咧行。灭亡哦，就是无看圣经哦，就是拢讲了，我讲不要讲那个太八股了。你讲恁足实际，结果伊就开始讲。灭亡吼，就是讲袂出话。对，后来就讲骗人，一个就来讲，我拍伫你，讲对，迄就是行入灭亡的路。所以兄弟姊妹，迄就是生活的行动，连咱的囡仔拢会当落实。咱的囡仔拢爱安尼来教，伊才会一直听，拢是圣经的故事啊。到底这故事甲我有啥物关系？我知影，迄个亚利哥城倒去，若安尼我的性命，迄个亚利哥城要安怎倒去？所以生活的落实。我知影上帝将伊的独生囝赏赐诚做光啊！我就是世界的光，分对我的人无行伫黑暗嘛。若安尼，到底要安怎落实？我甲你讲最后一个小朋友伊也唱，伊讲啥物叫做灭亡？就是像顶礼拜演戏迄个人，到尾仔伊无看到迄个希望之星。一定爱拍手。伊落实啦，伊就将迄个礼拜伊看到迄个一个拉拉，伊安怎骄傲？伊骄傲，尾仔
后想讲伊家己要去找迄个希望之星，互迄个王子小王子归。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足实在的，足实在咱的信用内底，迄个所以行动，搁来用灵修敬拜，会当来深化灵修敬拜。差不多逐礼拜，牧师若有信息、主日信息，咱的周报后壁一定就有灵修的经文。这个灵修的经文，拜一节、拜二一节、拜三，逐工拢一节经文尔。这个经文后壁有一个冥想的题目，所以这是毋是足简单啊？所以你，假使你若讲，我有够无闲啊，你安怎叫我连礼拜都无时间来啊？啊，我来哦，你要叫我读圣经，请你若无你嘛读这，读这啊，则袂无彩工你来礼拜日啦。这叫做连续处，就是你既然你已经伫礼拜日食上帝所赏赐的灵粮，你逐工爱安尼继续，若无迄个效果无在了回事。最后用小组团契来支持，就是你伫团体内底，伫安尼小组内底会当来做伙支持。所以我欢喜礼拜讲道建造内底变做随时有几个题目，一个题目分做3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兄弟甲兄弟姊妹甲姊妹伫遐随时会当来马上分享，讲我会当安怎做，还是我无在了做着啥，还是我有啥物款的感想，伫遐随来伫个5分钟，这就是咱伫这个是安怎伫这个逐年无共款，伫遮要来成长。所以兄弟姊妹，已经论一个5年啊，到一个5年。已经到第3年啊，咱已经搁对敬拜团体成长，2023每年的15年，搁后年选9年，搁一个5年，拢总已经10年啊。你对敬拜、对团体、对成长、对侍奉、对宣告，绝对要有加强，敢是？啊，无你感觉你伫信仰的内底，拢安怎原地踏步？伫遐原地踏步，管个。伫这个新的一年，咱嘛有一个读圣经的鼓励，我虽然无牵手报，但是我伫迄群组内底拢有，因为这个读圣经甲用手机有关系，所以我较无牵手报。因为你若敢若会看手报，无有伫这个内底你就袂晓来，所以伫遮鼓励咱，所以有2个，这是我伫咱的教会群组，2023年的教会群组内底我所写，总。意思就是安怎？爱读圣经，读圣经是一个原意顺一个伊要讲做分度生命的开始。若是安尼，你是安怎着甲教会做伙读款的进度咧？我要讲，实在是无啥意义，对无？要讲是无啥意义，因为你若有你家己的进度读圣经，嘛是可以。但是我要讲，这个中间阁有诚大的意义啦，因为我。到2023号讲，你若有读过遐个规则的人，请你回答已读规则。迄个规则就是啥？你大先读的安怎？甲顶面共款嘛？是安怎我要用这？我就是要确定恁是毋是有接收到。结果我就发现，哇，回答了一堆有无？咱就看到这已读规则，已读规则，它很像什么？它很像是一个。主的精兵行伍整齐，大家讲有，我在这里，回答得很整齐。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一个教会牧师捌讲，你要去到中华，你无论你对哪一条路行，拢会到。但是今仔日我诚做鹿港基督长老教会牧师对2015年就任到担，我伫遮第一项爱做的代志。就是不忙咱兄弟姊妹，咱会当同齐骹步。咱的信息嘛有一条叫咱同齐骹步来跟对主，总是这个骹步，若是干那读圣经这个部分，我邀请，毋是用规定的啦，用邀请。到大家个邀请袂组织，特别要诚做中一个人，邀请袂要读圣经，我请问，这个牧师敢通阁继续？这个教会是啥物款的教会？咱会当表达，有
说我袂当，无要紧，安尼你着读册，读册，请你毋通看轻读册咧。也是讲我着毋捌字，你用听的，是安怎？一年读一遍圣经，4年读一遍圣经，拢会使。牧师是人请你，总是我嘛要提醒你，真正是安尼。特别你若诚做会长的，诚做领袖的，是用啥物款来诚做领袖？毋是干那有一个热心服侍，热心服侍的基础就是圣经内底所教示的。所以啊，弟兄妹，咱毋通诚做一个服侍圣殿的人，咱来诚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诚做上帝所拣选着的人，毋是诚做上帝所拣选，干那咧做迄着的代志咧，无共款嘛。你交代我什么，我把它做好就好了。迄个我顶甲讲的迄神律式的信仰，有啥物无共款？咱是基督的信仰，就是上帝爱进入咱的生命。歹势啦，牧师今仔日一年的开始，一定爱讲哦，较清楚，互咱了解，安尼好无？牧师嘛，总爱做人好的牧师呢，安尼做好过，拢好拢好，啊我。迄种的就是叫做服务业的，教会毋是一个行业，服务业就是安怎？顾客至上，消费者的至上。咱来，大家来消费上帝，毋是卖讲消费上。咱大家安怎来领受啊？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福气。伊领受了，伊继续过伊家己的生活，感谢主啊，想主啊，佫无平安啊，佫艰苦了，佫来领受。某一方面有人讲，迄就是成功的神学，总是牧师爱教着咱伫真理内底爱来拍拼。所以其实今仔日新年新展望，伫密云的深处，伫个大云深深的所在，伫西南山，其实就是咧讲爱有生命的成长。所以咱无论如何，咱开始读圣经啦。你无参加伫分组内底嘛无要紧啦，牧师提供互你啦。但是我要讲就是讲，若是愿意伫遐同齐，这是一个困难。因为每一摆咱来咧讲，你拄好嘛有读着，咱逐个拢伫遐，是毋是？咱就有一个领受，然后上帝透过咱同齐伫遐咧读的时阵，伫遐形成要甲你讲，你听有。只是这个目的尔，但是要讲这个目的无重要吗？其实嘛，诚重要，敢毋是咧？这是咱唯一会当做的第一步，会当讲，逐日拢同齐脚步对齐的脚步读圣经。好，咱今仔日现代台语一本出来伫24章甲34章即两篇，咱做伙搁同齐来读一遍，来请上主甲摩西讲：你上山来我遮，老店请，我要将我所写八教是人民的律法甲诫命的全版互你。摩西甲伊的助手约书亚就出发。摩西爬上上帝的山，摩西甲遐个长老讲：恁踮遮等阮，听候阮倒转来。阿伦甲红女有甲恁做伙，恁将若有代志，通去找因。摩西上山，山有云含着，上主的阳光停伫西奈山，云了山60日。第7日，上主对云中叫摩西。以色列人看见上主的阳光显现。亲像火伫山顶咧倒，以色列人看见上主的阳光显现。再重复好，34、29节来。摩西到西奈山的时，手提两块约板，因为上主有甲伊讲话，伊会明发光，毋过伊家己毋知。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到摩西，看到伊的面发光，因就真惊，毋敢我问伊。摩西叫因来，阿伦甲会众的领袖才拢倒转去遐。摩西就甲因讲话，
然后以色列众人拢进前我来。摩西就将上主伫西奈山对伊讲一切的话，拢吩咐伊。摩西甲伊讲话了后，就另披大面。毋过摩西入去见上主，甲上主讲话的时，另披就摕起来，到伊出来，伊出来就将上主所吩咐的。甲以色列人讲，而且咱一直看到西奈山，西奈山咱台语用西奈山迄个字奈吼，伫华语吼，它就是叫做西奈山OK， 西奈山因为用西奈山诚做成重义，咱伫即个中间包括你出来入去，你看到西奈山就是上帝伊伫遐将10条诫即个约。互摩西，嘛将迄个律例，典章伫迄个所在互摩西来讲要安怎做会无，要安怎做啥物款的代志，所以伫以表来书才有讲迄山顶的款式，咱即摆伫新约所要做的，就是山顶迄阵就已经交代啊，所以西奈山足重要的所在，所以以色列人将西奈山看做圣山，所以西奈山。会使你讲，就是以色列人因信仰的规范甲生活的准则所发生的所在，所以10条诫律例所有的物件，生活的准则，拢对遐来。摩西五经，是安怎摩西会写出摩西五经？就是对迄个中间来，对伫西奈山见到上帝的面，开始改变。所以西奈山就是一个成长。一个成长，一个改变，甲上帝面对面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生命的成长是正在基督徒一世人的操练甲追求，就是你一世人拢咧操练，拢咧追求。无要紧，你今年才拄好信主，头来总是爱安怎？爱有成长。伫圣经内底，因为所书的第4章13节，伊就讲，咱爱敬拜上帝的囝儿，上帝的囝儿就是耶稣基督。互咱会当安怎养大成人啊，会当大汉啊，大汉甲亲像基督所大汉迄款的身量。咱看耶稣伊婴仔的时阵有讲迄个有讲啥物？上帝甲众人听伊的心，以及伊的地位，伊的心，心灵灵魂拢做伙成长。所以伫迄个中间就开始一直成长。伫遐咱毋若囡仔毋若从体的成长。伫伊的灵命的顶面嘛会成长，所以咱共款，咱还阁诚做囡仔的基督徒，但是咱豆咱嘛会成长，特别伫以表来书第6章的第1节，咱嘛拢足熟悉。所以咱应当爱离开基督道理的开始，尽力入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讲入捌耶稣，迄是开始尔，但是你会当开始进步，亲像较拄仔。祈祷的时阵，曾牧师伊讲的，讲伫较早迄个教会有一个姊妹，伊快着12个顶，伊快着讲爱去找教会，伊心艰苦，找着教会了后，伊就开始安怎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伊才会去做中级。若无圣经嘛有写讲，拄信主的人毋通随选伊做中级啊，做执事。但是伫即个中间有一个试验，有一个看见一直读圣经。一直伫迄个内底成长，所以伫遮咱看到就是生命，就是咱的成长。所以咱用河来被西奈山来看，西奈山都叫做河的山，请咱嘛记咧，这就是圣经的知识跟常识。河的山，所以你看到河的山，你就知影讲，伊嘛是叫做西奈山，就是摩西伫遐发生足侪代志，伫遐领受生命会改变的所在，有。以色列人讲迄上帝的山，可见迄个西奈山对因来讲有神圣有神圣的。所以咱摩西一生的侍奉对西奈山开始，伊伫遐领受对上帝的呼召甲使命。西奈山伫倒位？其实嘛有人讲西奈山毋是伫遐啦，有个人大部分咱拢讲西奈山伫西奈半岛，伫西奈半岛。的南边的中央遐，叫做西奈山，但是佫有一位人讲，毋是伊伫缅甸迄个所在，就佫伫，恁即摆看到，佫较迄边啊，
所以我感觉无论迄个西奈山伫倒位，咱拢爱知影，因为时间迄个时代的变化，检查迄个所在已经毋是原来的所在啊。但是咱爱知影，到底伫即个西奈山的顶面发生啥物代志？亲像你去以色列，你抱着足虔诚的心，想要去看耶稣受刑的所在，哇，行过迄苦路，我甲你讲，你绝对失望的，因为迄条耶稣行过苦路，已经全部拢互阿拉伯人伫遐咧做生意啊。所以迄条路共款，迄条路嘛是共款，2000年前耶稣也是自家行过的路，但是迄条路拢咧卖物件，卖丝巾啦，卖啥物哦，足侪项的啦。啊，所以你若去啊，真正要行迄个苦路，你会感觉讲哦，四周围咧卖物件，完蛋了，完蛋了，迄物件足俗的，为了拢1块美金尔吼，毋知即摆有改变无？总是伫迄个中间搅乱咱的心，所以我要互大家知影，圣地所有的所在，已经有诶拢甲伊原来的所在无共款啊。甚至有诶伫遐佫起清真寺，吼啊伫遐佫有啥物其他无共款教派的迄个讲教会伫遐，总是咱知影，入来到圣经内底，归回到希伯来的根源来寻找。所以咱看到这个西奈山是摩西伊回应上帝呼召，互伊的生命开始安怎布下的所在。请问咱知影摩西对倒位出来？细汉伫倒位成长？埃及的王宫内底，吼，40岁进前，伊就是互法老的查某囝对迄尼罗河的中间来抽出来，所以这是对头前圣经所看来吼，所以咱莫讲甲较济，咱敢若讲伊40岁进前，伊就是互法老的查某囝做养女啊，会做养子啊，吼，啊，甲饲大汉。所以伊伫迄个皇宫内底，伊伫王宫内底，就是叫做埃及的公主，伊入捌足侪个世界的知识，但是伊小可知影，伊家己是伊别来人。所以当40岁的时阵，伊伫迄个时阵发生一件代志，就是伊看到以色列人甲埃及人，埃及人拍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佫甲以色列人伫遐相拍，伊的心着去嘛。伊看着讲，咱伫遮做奴隶啊，咱互埃及人欺负着惨啊，咱家己的人哪会佫相害咧？吼，所以伊去抗议家己的兄弟，伊知影，伊头来讲，伊讲，咱无安尼冤家，伊讲，结果发生啥物代志？遐个人来讲，你是啥物人啊？上帝设你来管我的嘛？所以迄个时阵，摩西就离开，走离开啊，伊走离开，因为伊伫迄个中间，伊打抱不平，又拍死一个埃及人，然后来，伊讲，你是要甲我刣死哦？我有看你刣死一个埃及人，哇！伊惊着逃走，结果这个逃走走到倒位？伊逃走去旷野，所以就是头拄仔讲的迄个米甸迄个所在，伫遐开始过羊啊，伫遐过羊40年。过羊40年啊，上帝带无啊咧，你的性命40年王宫，迄个40年伫旷野，但是伫旷野40年的中间，伊有带着叶德罗即个祭司，吼，米甸的祭司的查某囝西普拉，所以伫即个中间，伊40年过羊嘛无有啥物啊，但是有一天伊就是带迄羊群去到伫西南山骹，伫遐伊看着刺配，吼，看着刺配倒起来。然后伫遐上帝呼召伊讲，你着爱出来，你爱来紧带遐个百姓，就是你走离开迄个王宫埃及的所在，对以色列百姓甲带出来。然后伫迄中间，伊就开始啊，讲我毋是啥物人，我啥物人，伫遐甲上帝伫遐，到尾伊回应啦，伊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咱看伫西奈山，摩西伊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伊知影讲，即个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对迄个中间，上帝就开始启示啊，我是慈悲怜悯的上帝，然后讲我是自有应有的上帝，伫即个中间，然后摩西知影讲，伊人生的目标就是上帝爱伊引出伊的百姓，对埃及的奴才的中间来走出来，吼，然后带因进入迦南地。虽然到尾啊，进入迦南地就是摩西带，总是即个过程，互咱看，即足重要。到现今所有的以色列人拢知影讲摩西。就是因上界，用讲就是民族英雄，
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伊开始伫迄个回应了后，伊就是伫即个中间来服侍，吼，伫遐来一生的服侍。所以兄弟姊妹，你的西奈山伫倒位？你的西奈山伫倒位？你要安怎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然后你的属灵的生命会当开始步步来开始。无一定爱一个山。我会记哩妇女的灵修伫顶面，正好像牧师讲，你有一个所在会当伫遐你读圣经，伫遐祈祷无？迄号做心情的所在，你安尼讲下吼另外有一个牧师朱丽娟牧师伊讲，迄就是一个 Holy Corner， 就是一个神圣的角落。伫恁兜，你会当有一个心情的所在，就是伫遐读圣经，你伫遐祈祷，迄就是你的西奈山。一定爱有迄个所在。我有讲着连加恩，伊诚做替代，伊靠伊伫迄个讲非洲布吉纳法索迄个所在，你知影伊个西奈山是啥物所在？就是一块纸板，因为绝对无做舒适的宿舍，但是伊就是拢规伫一块纸板伫遐祈祷，伫遐甲上帝讲话。所以第二咱看着西奈山内底就是摩西伊领受启示。然后，互生命开始成长的所在，伫西奈山的顶面，上帝伊讲啥物话，然后小事10条界，拢伫迄个所在。所以咱看以色列百姓开始出来去，然后去到伫西奈山，伊伫西奈山牧羊遐领受，看到迄个气配了后，伊讲好，我要等伊传，然后传出埃及啊，离开红海，然后伫迄个开始。一个扎营的地方吼，扎营的所在就是西奈山骹。所以西奈山的顶面，上帝伊第一遍将迄个启示要互以色列人会知影的，就是讲，恁就是我的百姓。伫出来记29章的第49、第60遐，吼，恁就是我的宝贝。迄个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恁就是我的心肝宝贝。我听恁，恁嘛是祭司，我敬传恁诚做祭司。所以迄伫遐上帝第一遍启示讲，伊甲以色列人的关系，兄弟姊妹，这对咱来讲嘛足重要的，因为原本是以色列人得到即个恩典尔，到尾仔咱历史上咱平平拢诚侪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咱嘛爱知影，咱嘛爱知影。所以我即个西奈山，上帝伊的启示伫迄个中间。到尾后，佫甲伊讲，你着爱安怎做，安怎做。啊，看到迄个中间，摩西安怎对迄个约板佫甲拍破。伊伫迄个伊第一遍领受我会看到啥物？看到以色列人，吼，伫遐咧，迄个讲敬拜父啊。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到伫遐上帝互10条界，然后足侪律例、足侪启示伫遐互以色列人。诚做今仔日咱所看到遐以色列人，摩西将遐会写落来伫摩西五经内底，所以咱看到伊伫西奈山有40天、40暝了后，恁哪会发光？恁哪会发光？迄个光是对上帝来互伊的，但是迄个光也是安怎？摩西这个人的生命会改变，所以伊诚做一个领受会着上帝的光。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拢爱改变，所以迄个改变就是哪潮哪济，上帝的光就来了后，你接受袂着，你爱怎做迄个接受袂着的，毋通互迄个光就来安怎，拢无有安怎就动，就无去啊，吼，就无去啊。咱爱互咱的生命会当有成长，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来思想啊，要安怎互你的面会当发光？要安怎互咱的面会当发光？这个发光的意思，毋是实际上，互你的面真正足光亮的，若是你的面爱足光亮，运动是去医美中心，吼，去打玻尿酸啦，吼，啊去做迄个什物，足侪我袂晓讲吼，音波拉提啊，吼，啊搁打掉斑点，迄就会发光啊。但是咱咧讲的是咱的生命会当发光，就是定根伫上帝。伫上帝的话内底安怎得到勇气，这就会当发光啊！这就会当发光啊，对无？会当互感受着，像咱讲啊，迄生命会当食，
咱袂一直感觉讲哦，迄个生命吼哦气压起来呢，哦，还是讲咱讲来讲所谓的旧的我，哦，老我或者是旧的我，哦，若是我较早的本性，我着安怎？哦，所以基督徒伫即个较早的原来的我，爱一直安怎？一直回伫十字架顶，甲咱的主耶稣同在死。咱搁看到摩西伊看到迄火烧气皮的所在，迄个气皮伊有讲，伊讲哎哟，迄哪会气皮互火烧甲安尼，哪会袂？迄气皮哪会无烧掉去？上帝来讲，你活滚来，你烫掉你的骹穿的鞋，有无？因为这是一个神的所在。所以啊，弟兄们，伫即段圣经嘛，互咱思考。摩西伊烫下了后，伊入去到伫气皮遐，伊跪伫遐领受上帝讲，你着爱安怎的时阵，对咱来讲，咱的生命内底有啥物会需要烫掉？遐个甲圣经无关系，遐阻碍咱成长的，迄个属于世界，迄个哪一部分需要来烫掉？伫文化的顶面。咱毋是用即个圣经内底所在，咱教示即个基督的文化，也是即个讲着希伯来民族伫遐上帝借着即个文化，所咧甲咱讲的遮个代志，要互咱的生活内底有改变。反正咱互即个世俗的文化，也是讲台湾的文化、世界的文化的风俗潮流，甲咱改变较侪，这就是咱的鞋啊，敢毋是咧？看年，敢一定着爱去看年晚会吗？当伊逐个县市拢有一个看年晚会的时阵，请问你要看哪一个？我一定会感觉讲，我去台北是上界绕道的啊！我会当去台北看着101，还是我去法国，哦，我去澳洲，无共款。但是我要问讲，安尼佫是安怎？佫来咧？宴会砰落去啊！所以人讲日子爱要紧啊，无毋着今仔日是足特别的日子，2023年的第一天元旦。但是伫这个日子的中间，你会当做啥物，互你的生命较无共款无？所以咱第三来看，讲西奈山就是吼摩西伊会甲上帝面对面的一个变做生命的形式啊。伊原本嘛足受气的啊。如果甲第二看到讲啊，这以色列百姓，啥物啊？撒布鲁，啥物啊？糟糕！我一个去你面顶，我第一吩咐讲，恁倒动遮，然后阿伦甲互你甲你做伙，然后伊甲约书亚，然后约书亚伫下等伊去。结果落来的时阵，欢喜啊！上帝安怎将10条诫守书互伊，佫写伫迄约版。结果落来看到啥物？伤久啊，40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伫遐，阿伦讲来，恁对所有的金仔互我，然后因着做一只牛仔囝，当种植物伫遐咧摆。可是你带阮出埃及的，哇！伊气势咧安怎？对这约版着来拍破。总是伫迄个中间，佫去山顶，佫一遍，上帝佫等伊，讲你要出一个石板，出石板内底，伊佫伫遐来写。所以，互伊的生命成熟。过来，上帝足生气的讲，遮个以色列百姓吼，实在是安怎？忤逆、背逆、顽梗、悖逆，亲像迄阿妈棍硬的百姓，拢无改。结果有一遍，摩西伫上帝面前讲：耶和华上帝，你毋好对遮个百姓要搁甲别调哦。安尼人来讲，你哪会着对因来带出来迄个埃及咧？遮个是你的。你若袂你将我对生命找到除掉，我愿意，互我的后代拢总无伫你的生命册顶面，但是你绝对爱保护遮以色列百姓。咱看到摩西伊的生命会改变，所以咱看西奈山就是摩西甲上帝伊的面对面的上界高峰，也是互摩西伊的生命对安怎对领受呼召，然后伫遮有启示了后到成熟。所以啊，弟兄们鼓励咱到最后甲上帝面对面，伫迄个中间，咱的生命就会当来成熟。当咱的生命豆豆成熟的时，咱军队主的道路，伫迄个中间，毋是讲
艰苦减少啊，毋是讲遐困难的代志无，是你伫遐你受苦的程度会减少。意思就是讲，较早我若拄着即个代志，我着若是较早的我着爱倒来拍落，我绝对无较简单有伊放伊煞。但是若是即摆的我，面对主讲安怎看无家己，看逐个人拢比我搁较强。伫主内面，伊有永远的道路伫遐内底，所以你着对逐工你所读的话内底安怎？你着开人你讲，你莫转倒来的时阵，你安怎会当安怎？徛了调佫会水咧。所以即种生命啦，所以伫遐讲上帝伫出来日24章的14、11讲，你来，你徛在山顶，你上山来听所以咱看着摩西，伊伫西奈山，伊就是回应呼召，回应呼召就是离开嘛。40年伫迄个讲风景的养成，佮40年伫旷野，无有啥物离开。上帝爱伊做啥物？因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佮返去。佮来遐受启示，就是带出来了后，伫遐一步一步伫旷野伫遐行，来到西奈山伫遐10年，伊佮遐受启示，讲起来，伫遐受启示。过来，搁起来，伫遐一直起来爬上爬落。你若去西奈山，迄个所谓现在的西奈山伫以色列，真正无好爬。那我去爬袂去啦我毋捌去到遐有一阵我无拄着。听讲会当坐骆驼，毋知20几箍美金会当坐骆驼去，所以无好爬。安尼看摩西伊是几岁咯？40年伫王宫，40年伫迄个旷野。几岁？80岁啊啦！80岁才开始。哇请咱80岁搁去爬迄个山，毋嘛爬一遍，是爬来爬去。哇，迄是一个成长嘞，真诚实，伊愿意。所以兄弟姊妹，伫今年新中年，鼓励咱逐个伫咱的心内底，咱拢有一个西奈山，就是我要甲主见面。我渴望，我的心有一个足极度的渴慕，足热切。希望主，因为咱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嘛足热切希望咱啊，但是咱哪会拢无去回应咧？所以咱足热切愿意回应主，互咱的生命会当富贵成长，过来到最后是成熟。所以鼓励咱对读圣经开始，对灵修默想开始，要成长爱改变要成长爱改变，你若无改变。都无在了成长，这是一个比尔维森一个牧师，以前伊20岁的时，13岁的时阵，伫美国，互伊的老母讲，12岁、22岁，伫路边，伊妈妈讲，你当遮等我等一下妈妈去遐买物件，等3工。比尔维森，比尔牧师，伊12岁时，互伊的老母来放散伫路边，等3工，然后有一个基督徒的兄弟看到即个囡仔伫路边无通食，伊怎啊来带伊去教会，然后搁甲报名，会当参加伫迄个营会内底。即个囡仔伫营会内底嘛无人插伊，因为亲像流浪汉啊，穿甲破，3工无洗身躯啊，搁摇3工啊，毋知影囡仔用。结果伊伫迄个中间，伊听到迄个牧师咧呼召讲：你有想要接受耶稣无？你要跟对耶稣，伊伫心内底就是做这个决志。所以伊一世人到即摆80几岁啊，有50年的时间，伊拢伫遐咧下头，然后伫遐带遐的囡仔来主日学的，所以伊的大都会儿童施工的代志做啦。伊讲你毋通惊改变。你若无改变，你就无在了成长。你若要成长，就爱改变。最后伊讲，请问你出去爱越过，你看会着越过迄个所在吗？我即摆甲你讲，遐有一个复兴的旧仓，你即摆伫遮安尼看会着吗？看袂着，尤其迄新来咱遮个人，你安怎来讲？伊看袂着。但是伊安怎讲？伊讲，但是咱有捌一个上帝，伊看会着，伊拢知影。所以，虽然你看袂到你的生命转弯的地方有什么东西，上帝知道，他知道就好。
定爱圆圆。所以啊，今仔日新年的第一天，这个民国112年主后2023年的第一天，咱真有福气领受，亲像摩西伫上帝的面前所领受的，上帝嘛咧呼召你，我困我来上山，来到我的身躯边，我要甲你讲话，我要互你会当来享受、啉食，伫迄个中间要来你启示，咱做伙三个来祈祷。是主，阮感谢你，互阮通过的摩西一生所看见，遮尔水的模范，主阮盼望阮一世人会当都亲像摩西共款。虽然阮知，检测阮袂当到焦灼，总是阮的心迄个希望，就会当赏赐阮开来。主啊，愿阮一生不断伫迄个改变，不断伫迄个成长内底，哪来哪亲像你，特别伫今年的成长里，带领阮无搁亲像婴仔的基督徒，带领阮会当来成长，大人会当来食饭，互阮的生命勇健，互阮的生命会当来严严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过来聆听圣诗594，耶稣叫我来跟你同行。
下地，一个来说两圈，第三个咱拍的小宝第二家，咱做伙来拍，万岁！用合合的来读两次。善莫作于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善莫作于我们必如此行。我们翻开做到第2页。1月8號是當回南表，加常務署同長江愛的回來具體，看看結果的上揚。這項除了時間的處理，下下的題目家己來看，看第4小組報告。第一點，今年是先將年以先來刷為上頂。咱做伙伫个信仰甲新造字典来成长。今年春节1月22號拄啊好也是主日，其他兄弟會當全家來做禮拜，領受主的恩典。第2點，後主日是鄭明航老師詩歌見證禮拜，比如一場的禮拜。第3點，今仔日要舉行2023年國團契新年會長的主任期。本次適合抓領，敬稱神樂巴哈西班團長黃宏士，雄年團體會長陳定芳，婦女團契會長鄭清怡，恩愛團契會長黃俊明夫婦，青年團契會長黃子恒，學生團契會長黃宇軒，職場團契會長黃俊安，敬拜團團長鄭信珍。主日學校長鄭慶怡，第2禮拜後要召開1月前的總結會。我第4點，少年團體暫停聚會，對今仔日起到2月5號，2月12號做會後聚會。第5點，請各團體會長將會議資料甲年度主幹計劃電子檔交予主席施正豐長官，作為2月19號會完後會手冊的用途。第6點，中華部會1月3號在40點別數據交回來說明。第7點，中華中會舉行春季聚會，1月19號在39點半伫個蘭醫師大樓說明。第8點，1月14日上午9點在這個愛州紅豆鄉伫個公會舉行112年度下完大會。第2大道是航向繼續作為龍崗北區的路邊甲彰化來大道，隨處彰化伫個龍崗北區，但請繼續為4月8教會興旺甲宣導來大道奉獻。第3點，咱為新力看馬來兄弟來大道，敬稱省略。黃維國、康曼麗、劉俊元、王立香、蔡景航、徐維坤、夏麗玉、張安義、謝金滿、林美華。劉一峰、廖勝傑、梁桂花、陳柏霖牧師、林詩彩兒、謝淑賢、王小桃、劉麗珍、張淑珍、鄭英國，咱這兩樣會給奉獻的部分，咱家己來看後，出去咱用隨便觀點去想。今仔日今仔日先收來到今咱中間的新朋友。我是想發生事的，因為大家攏住翠安吼，咱另外一個後邊，那一對年輕的弟兄跟姐妹，劉麗華姐妹在後邊，擱後邊迄兩位是毋是咱新來的朋友？請問咱接待的剛剛，劉麗華姐妹的後邊，嘿。我有來過吼，我見有來過，總是歹勢無輸，因為無輸會感覺講嘿，無咱再擱請伊
伊请伊甲咱小讲伊的名咧咱台湾人也是欢迎感谢你，同学的师后院长、师父母们好，还有我们的那个刘淑芬，对不对？来欢迎一番回来到我们当中好，感谢主，各有人我看到教伊无？好，安尼无咱只是要为着咱教会的首长机构的首长机构的首长甲团契的会长就任咱请叫这咱的主部长面百合诗班的团长吴宏志来，青年团体的会长陈丽芳，妇女团体的会长陈清怡，伊有请假我即摆讲着名，就请你出来好无来对边对这边好，文爱团体的会长黄俊明的夫妇再来青年团体的会长黄子恒，学生团体的会长黄以轩，职场团体的会长黄君安，伊是请假敬拜团的团长陈行忠，好，主日学的校长陈静怡，好，伫即摆伫咱的团体的会长甲首长内底就是学生团体会当抑搁伫高中的年纪所以伊抑袂抑袂洗礼以外其他的拢爱是有成人成人洗礼，就是要有更新的，还是成人洗礼才会当进入伫即个诚侪会长咱就是讲，因为你若诚做会长，就是差不多就是教会内底的领袖啦伫即个中间，咱就是要诚做领袖诚做教会的伫即个核心同工内底，咱拢爱受装备咱爱有迄种心受装备，然后家己嘛爱拍拼无论是修主会就是主日的礼拜或者是其实诚最比较动上主要就是主日礼拜圣经安尼好咱请转过来好不好？转过来，咱是因为当因伫遮咧担任即个职务咧服侍。正人的是必须是咧敬奉上帝所以咱爱支持咱爱嘛爱为因祈祷，互因真正是徛牢伫上帝的面前，然后不是伫遐诚做亲像祭司的身份共款伫即个中间牧师要甲咱勉励其实咱看着玛利亚的服侍有无？玛利亚的服侍伊讲，耶稣讲以后你若伫逐所在拢要来。提起你的名，要有即个水名所以咱爱拍拼伫时间的顶面无毋对，但是牧师要甲咱讲，咱爱伫上帝的面前，也有迄个水的名，就是讲主我也是爱诚做亲近你的，我爱诚做亲近你的，所以我咧做每一项代志的头先，我拢先来到你的面头前今仔日咱伫遮要就任牧师嘛要甲咱问就是讲你有瓦靠咱的天父上帝，以及主耶稣基督圣神的感动，来诚做你信仰上大的救赎甲根基无？你愿意伫教会的内面无论拄着啥物款的代志伫遐努力甲牧师以及咱的长职诚做团队。做伙来荣光上帝，利益正人无？好，其实即个使用就是亲像咱足基本的使用共款总是兄弟姊妹，即是我邀请你起立，咱同齐先为因来祈祷了后，咱再来分配就任的证书来，咱起立好无？咱做伙起立，天父上帝，我知。我会当诚做侍奉你的人，亲像撒加利亚书所讲，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耶和华你的神，才会当成这的事。主啊，阮伫你的面前，将阮所选出来这个机构的首长以及团体的会长，交托伫你的手
愿上帝你的圣神甲因同在，也互因逐工勤务甲注意亲近，也透过读圣经、祈祷、灵修，请做服侍的快乐。主啊，也互阮通过遮的首长、会长，同齐伫荣光上帝、利益正人的顶面，互阮的教会成啊做一个永生上帝的家，就是迄个活的石头。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中间，也逐届拢要为着阮所选出来遮的无论是主日的校长，也是团契的会长，也是诗班的团长，以及敬拜团的团长，为遮的阮拢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互阮遮的同工，因愿意伫遮，请做你的路用。愿上帝你稳上加稳，力上加力，伫伊的顶面，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好，咱即时回向安尼来。遮的迄个会长甲首长，因的任期拢1年吼，伫1年差不多到9月、10月遐，9月就会搁定新即个选举的部分，互大家试看了解。两个有个信息，分析国家公司，研究伫新的一年，你搁更加把靠你尽力跑走伫天路的顶面，兄弟姊妹，大家三角夫妻共同伫遮成长。当伫新的一年，主你所赏赐阮的日子，阮拜谒伫你的面前，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天父上帝长看关心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最终陪伴安慰团契，伫阮正大家的中间，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Yan.